南韓總統尹錫悅因為宣布實施戒嚴令而面臨國會彈劾同叛國罪嘅調查。蘇漢文報道。南韓在野黨議員星期四話，佢哋會喺星期六當地時間下晝7點投票彈劾總統尹錫悅實施戒嚴令。而南韓警方表示，正係調查針對尹錫悅同已經辭職嘅國防部長金龍顯等內閣部長涉嫌嘅叛國指控。尹錫悅星期二以鎮壓造成嚴重破壞嘅反國家勢力以及嚟自北韓嘅威脅為理由，宣布戒嚴。持槍部隊更加嘗試進入國會，在野黨強烈反對。大批民眾上街示威，喺國會190名議員投票否決戒嚴令之後，尹錫悅撤銷只係維持大概6個鐘頭嘅戒嚴令。尹錫悅星期四接受被指向佢建議宣布戒嚴嘅始作俑者，並且派兵到國會嘅金龍顯辭職。仲提名南韓駐沙特阿拉伯大使崔炳克接任國防部長。如果彈劾法案獲得通過，韓國憲法法院會決定係咪支持各項動議，而呢一個過程可能需要長達180日。尹錫悅如果因為咁而被暫停行使權力，佢嘅職務會由總理韓德洙接替。如果尹錫悅辭職或者被免職，新總統選舉會喺60日之內舉行。駐韓美軍司令拉卡梅拉將軍警告美軍保持警惕，防止意外情況嘅發生。